今日又嚟河源呢個名寵地方啊，睇寵物啊。咁呢度咧就係呢啲係叫做臭味孔雀啦、珍珠雞寶寶啦同花花山雞啦咁樣，即係撈埋一齊嚟養啊佢哋。呢啲就係佢個籠啊，唔同嘅品種啊，撈埋一齊都冇問題啊。花花山雞、珍珠雞寶寶、臭味孔雀公主咁樣一齊。山雞唔夠火雞靚，咁啊佢就開屏俾你睇㗎啦。呢隻就係孔雀啦。孔雀。啊，在動物園是吧？山雞唔夠孔雀靚喎，你快啲開屏啦！很久以前。是。很久以前我在動物公園看。呢隻又唔同嘅，黑色呢隻啊，呢隻公嚟㗎，一隻公一隻乸啊。那個尾巴不漂亮的是女孩子啊，只有雄孔雀才有漂亮的尾巴，知道嗎，寶貝？白孔雀啦，呢隻白色嘅。是綠色的孔雀嗎？對呀，那個是呢隻就係孔雀嚟嘅。這個呢？這個尾巴漂亮、顏色漂亮的就是男寶寶啊。那這個最小的呢？最小的它不是孔雀。它是啥？咁嘅呢隻係，好似感覺它像是一個珍珠雞啊，或者什麼的。珍珠雞。珍珠雞、玉米雞。它叫玉米棒子雞。